可以删掉。大陆版的2016年9月还是5月出来的，国际版的2017年5月出来的。我们用的这个 TikTok 是国际版的，大陆版的要搜寻抖音短视频，抖音短视频可以搜寻看看，抖音短视频还是大陆版的哦。这还分大陆版跟国际版的，我们用的 TikTok 是国际版的嘞。2017年，中华民国106年5月才出来的，大陆版的2016年，中华民国105年，出来的。北京的英捷跳动公司设计的，子公司设计的。刚刚那个脸书数据用量8到9 G 呢，你看那么大。清除资料的话，连整个应用程式都删掉啊，还要用这个工作就不能删掉。Chrome 你看，人家用那个火狐啦 ，Firefox 还比较好用。按管理空间，不重要的资料，释出空间。Chrome 程式会占用很多记忆体。Firefox， 原来 YouTube 网站在看影片也是用 Firefox 浏览程式 ，Firefox 火狐。那个比较不会占用空间了，而且很快啊，就能够显示。你看，Facebook 已经删掉9 G 左右那个，这个是为什么有 Facebook？ 你看还有 Chrome 呢，只是管理空间没有办法删掉了。YouTube 台湾日历，Messenger 你看，Messenger 你看 ，Messenger 快取资料，看着脸书的 Messenger。Facebook 也没有办法删呢，Google 也没有办法删哦，抖音也没有删了哈。先做到这里了哦，删掉了那个脸书9 G 左右，本来都已经满了，快24 G 了，我没有办法工作了。然后删了脸书以后，你看已经变成相差9 G 左右了。装上新的 SD 卡，他会问要作为内部系统空间吗？按是的话，安装的话，有一些程式会移过来，都得到一些空间，但是还是
内部内建的空间还是有在用的。这个29.9是14加这个15的，14.75加15.16的。不好操作，你看，不是按那里吗？不容易。好了，关掉了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